为了配合手机软体大声朗读 APP 来录荧幕录影《三国志》文章，让这个手机荧幕延要从设定进去找显示找休眠闲置1分钟后1分钟改10分钟，休眠变成闲置30分钟后，那字已经调为最大，显示大小已经调为大，这样录影过程比较不会那么麻烦。休眠显示的休眠调为30分钟，这样萤幕录影比较好，不会那么麻烦，常常要开机打开萤幕，按这个